咱来做祈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要来敬拜你，阮也受你的拣选，特别伫教会内底参与侍奉。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即是甲阮所有侍奉的同工同在。你的圣神将喜乐的灵放伫阮的心内，阮所念的诗歌每一句话，拢充满上帝你圣神喜乐的灵。互阮所念出的诗歌，毋是干那一条诗歌的音乐，是一个会当摇动人的心、安慰人的心，会当鼓励甲帮赞。至圣的天父上帝，你甲阮今仔日的圣歌对同在，互阮所念的诗歌会当食着芳芳的祭。伫你的祭坛，伫你的圣殿内底荣耀你的名，也求你甲阮今仔日聚会依林老师，也甲阮聚会的同工同在，祝福阮正做一个上帝你礼拜中间的祭司，会当伫上帝你所交托阮的圣工典权来引出阮的兄弟姊妹来享受今仔日的礼拜。阮将今仔日所有的礼拜的听书来仰望你圣神的带领甲帮助。我嘛恳求天父上帝，你甲阮拍开恩典的门，互每一个进入到你圣殿的阮的兄弟姊妹，会通伫上帝你的圣殿内底来稳上加稳，力上加力，互阮享受伫你面前亲近你迄种的饱足，迄种欢喜甲平安。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求上帝你的圣神甲阮同在。我安尼祈祷，我个所圣名，阿门。感谢主，咱搁会当做伙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上帝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每一天当咱甲目睭天开，咱就会当看到这个花木、花草，搁有咱会当呼吸到真新鲜的空气，看到真温暖的阳光，在拢充满着上帝的恩典。咱做伙来唱这首《万面充满你的恩典》。风吹来一阵。一枝草。
你水，想诉我名的风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生中的主的内面，阿罗你创造大宽面。感谢上帝，万面充满上帝的恩典。咱着阿罗耶和华，咱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做伙用阿罗感谢的心来唱这首《阿罗耶和华》。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咱用咱的心阿罗耶和华，感谢耶和华，咱搁一摆来唱这首阿罗耶和华。上帝是咱一生的倚靠，上帝也是咱心灵的满足，是咱生命的喜乐。咱做伙伫上帝施恩宝座前，用这首《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来表明咱的心意。咱做伙来唱《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
情，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乌落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伫你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伫你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乌落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伫你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我要敬拜你。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阿爸爸，阮感谢你，你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阮目睭伫天开，阮的耳孔一开，阮的心所想到的，拢是主你满满的稳定充满伫遮。主，阮嘛要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嘛充满着主你的稳定。主啊，主啊，互阮有更较渴慕的心来敬拜你，来亲近主，互阮的心会当随时去想到上帝，你会听甲阮伫地，不管是伫阮欢喜、伫阮艰苦、伫阮失望，还是伫阮任何的时阵，主你拢甲阮伫地，你帮助阮，引带阮所要行的道路。我们伫你的是阮宝座前，用阮的心来敬拜主，求你帮助阮。我安尼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搁一摆来唱，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伫你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乌落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伫你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伫你宝座前，我思想你稳定，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感谢主，咱做伙来敬拜。请走个。
看上帝是拯救我的，我要倚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伊也诚做救我的。恁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唱水。伫迄日，恁要讲，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咧邦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8首。上帝慈悲无穷无尽，请咱起立吟这首。请咱议员徛伫做伙，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来自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得白老林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上中告我上天，我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
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真赦免，肉体倒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文第37篇。启应文第37篇。无伫挂路，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恁的性命敢无较大伫美牛？试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也咧饲伊。恁啥物人会用挂路，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刺伤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无芳景。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所结项我的时，伊所穿的，毋是即号花的一蕊。打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迄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何况小事的人啊！所以无伫挂路讲，阮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恁的天父知，这的拢是恁所欠用的。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一这的你拢要煞互着你。所以无伫为着明仔日挂路，因为遐的明仔日，伊要家己看路。做声一日的工，一日的工好，一日到夜。阿免。煞者咱过来三角吟圣诗，圣诗120首，救主出声叫我，请咱一个吟全首。
请咱三到后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满心感谢学乐你，阮是何等的有福气，成做你的囝儿，会当来到你的圣殿，领受你属天的恩典。主，阮感谢你，你赏赐主耶稣基督做阮的救主。阮若要向世间人来传即个救恩的好消息，主，你是奇妙的魔术，和平的君王，甲赏赐平安的主。你来要互受伤的心得到医治，讨放得到困饱的人得到讨放，安慰忧伤痛悔的心。主，你要互生活伫黑暗中的人看见光芒。主，阮嘛要像客明星共款，带领人会当来认捌主你。嘛恳求你医治阮生命中的破碎。伫阮困苦的时，主，你用喜乐的油代替忧伤，互阮搁一摆会当伫你的面前重新得到快乐。主，阮嘛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伫生活中有意无意的得罪你的行为。阮知，当阮搁伫犯罪、软弱、甲迷失的时，你就已经互基督为阮的罪来定十字架。即款的疼是无限的疼，嘛是阮白白得来的恩典。主，阮嘛要因为靠着你的救恩，对罪的捆绑中来得到逃放甲自由。主，你是阮万福的本源，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恳求你每一日引带阮，更新阮的性命，洁净阮，互阮会当用清气的心，手捧救恩的杯，互阮会当活出荣耀主的性命最好的见证，传扬福音的美好。阮安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圣歌队。
请咱三个来恭守上帝的话。三个来看圣经以赛亚书61章第1节甲第3节。以赛亚书61章第1节甲第3节。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予丧养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头放，收监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甲咱上帝报仇的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用花帽赏赐伊，来替欺负；欢喜的油来替悲哀，俄罗的衫来替忧愁的心，互因称作公义的树，就是耶和华所栽的，来显明家己的荣光。咱搁来看一位圣经罗马人书，罗马人书第7章。第7章21节到25节。安尼，我就知有一个法，就是当我爱行好的时，歹到我伫底，因为我照内心是欢喜上帝的律法。若是我看百体中有别个法，甲我心志的法相交战，掠我来降服百体内罪恶的法。苦啊！我的罪人，是谁要救我脱出即个至到死的体啊？感谢上帝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安尼，我本身用心志顺服上帝的法，用肉体顺服罪恶的法。讲到耶稣是救赎的主，请准牧师。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成做咱活命的救主，愿耶稣成做咱活命的救主。咱做伙为着今仔日上帝所要予咱的话甲应允，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阮来到你的圣所，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你堪得阮敬拜，因为当阮了毋知无明的事。你就称阮做你的宝贝囝儿甲查某囝，你煞用你的恩典甲救恩，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主耶稣，你是上帝，你是救主，你是阮的帮站。伫今仔日，阮敬拜你，阮也称阮家己做基督徒，是因为阮有份伫上主耶稣你所赏赐阮活命的道路。伫今仔日，阮做伙自习的时，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谦卑恳求你。求你做阮的救主，带阮行义的路。求你帮助阮，互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互阮享受你的祝福。阮伫你的面前，用渴慕的心求你的圣名。阮安尼恳求祈祷，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咱古早咱的教会的长辈，我的细汉的时阵，阮的时大人甲长辈。因无甲圣诞节称作圣诞节，恁咧问讲无要称作啥？即摆的社会甲咱叫做耶诞节，其实是一矮化的一种的讲法。较简单来讲，就是拍散即个节期对基督徒伊的生命中间的重要性甲神圣的性质。耶诞节、圣诞节，我的长辈时代人因当阮细汉的时阵。因拢称圣诞节叫做救主诞，救主诞生的意思，救主诞生的诞，意思就是救主这个日子甲人的生命救赎有关系，甲咱的一生救恩有关系。伫圣诞节要来临之前，我提早兄弟姊妹分享，伫这个圣诞节中间，兄弟姊妹，咱来思考，你期待对主耶稣领受是甚么？主耶稣敢是你的救主吗？伫你过去的年日，你温困读圣经，认真做礼拜，
你伫即个信仰的顶悬来追求，即个信仰敢真正互你经历到耶稣，伊所带互你的拯救。今仔日牧师要问恁一个功课，这是一个无一定有真完整的答案，但是圣经有安尼回答。遐这啥物叫做拯救？兄弟姊妹，你敢有感觉你的人生因为耶稣有受改变？拯救是啥物？你敢会当用一个真简单的一句话来表达什么叫做救恩甲救赎？咱今仔礼拜中间，咱甲圣神讨讲，主，互我不但了解主耶稣带互我一生的拯救到底是什么，更加要紧互我真真实实尝到主恩的滋味。恁会记得圣经节无？伊讲恁着手捧救恩的杯，有无？来试看主恩典的滋味。代表是一个真正经历着上帝恩典的一个犹太人，所以留落真侪经历的足水的话语，也真侪世世代代的基督徒甲犹太人的帮助。兄弟姊妹，咱做每一摆做礼拜拢是手捧救恩的杯，咱甲主讨讲，主，互我毋是干那听道理，互我毋是干那捌道理，互我真正担着主你恩典甘甜的滋味。圣经讲，你若担着主恩典滋味，你就知耶和华是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届的圣诞节、救主诞，咱拢是重新倒来到主的面前，咱将过去的、臭酸的、迄个垃圾的，咱甲咱的生命杯切洗清气。咱甲主讲，我要用清气的心、正直的心，重新来敬拜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真正用足简单的话来表达什么叫做救恩。你会当讲救恩就是帮助，你会当讲救恩就是来到上帝施恩造成，领受伊及时的帮助。所以救恩某一个程度是帮助，其实毋是干那谈帮助尔。今日牧师邀请咱所读的以赛亚以及新约的圣经罗马书第7章，伊所讲的拯救是什么？又是真完整的经文的解说。咱伫即个圣经的内底，咱会通问咱家己讲：我做基督徒，我一生中讲，我对主耶稣基督领受最大的拯救的亏难是啥物？我行袂路，主甲我带倒来。我一切我过去糊涂真啊无知伫我的生活中间南山行，伫教我四界行。但是主耶稣透帮我，互我心内有平安，互我心内有真正的自由。今仔日的旧约毋是旧约，新约罗马书第7章、第8章，兄弟姊妹，今仔日礼拜就了，恁重新读第7章甲第8章。第7章咧讲起人的心内无平安，为什么？因为内面有一种的拉扯，有上帝的意念。伊讲两个律，就是上帝的意念，迄个中文该翻做两个律，但是白话字的圣经翻译做两个法。法的意思就是念头，两个念头，两个法则，两个意念。兄弟姊妹，咱常常当时啊心内有冲突，就是价值观念咧拉扯，对毋对，好毋好？我的欲望，我的私欲，我的情欲，我的血气，上帝的公义，上帝圣洁甲良善。基督徒无本钱做歹代志，因为一旦咱心中有真正有信心。你做毋到代志，你会安那？心内刺插，你会知影，我得罪了上帝，我做了毋对了代志。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感觉讲你无差别惨啊，迄就是你心中连迄个信心都无去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耶稣会当为你做什么？兄弟姊妹，你捌想过这个问题无？今日如果主耶稣若是甲你做礼拜，在你的身边，你会使毋免听牧师的讲道，你就甲你的耶稣亲密。耶稣在你的身边，你会当甲伊讲：主耶稣，我需要你为我做什么？兄弟姊妹，每一摆咱来到礼拜堂，毋是干那听牧师讲道的这个内容。每一摆咱来到这个礼拜堂。你若提早来，你就静静伫伫礼拜堂，你安安静静
因为主伫即个中间，咱的上帝伫即个中间，耶稣嘛伫即个中间。你会当问耶稣讲：耶稣，你敢会当为我做甚物？耶稣嘛要问你讲：你爱我为你做甚物？圣经有真侪即种的故事。有迄个青梅的人甲耶稣讲：耶稣，我爱得到啥？恁拢知影即种的故事。迄个看起毋是指肉体尔，迄个看起是指人的智慧、人的觉醒、人对真理的认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耶稣的面前，咱讲会清楚，甚至甲耶稣讲：耶稣，我愿意将我一生交托你。所以耶稣伫今仔日，兄弟姊妹，今仔日就是咱领受耶稣以救主诞生、救主降生迄种的救恩、欢喜、快乐的日子。我咱伫伊的面前来听今仔日的圣经。今仔圣经咧甲咱讲甚物？第一，今仔日虽然是读以赛亚第61章，但是兄弟姊妹，因为两大圣经牧师真爱用旧约甲新约，为什么做礼拜牧师拢会用旧约甲新约？因为这是对照，表示讲上帝古早安尼讲，今仔日嘛安尼讲；伫旧约安尼讲，伫新约嘛安尼讲，表示咱的上帝所讲的话无重大，伊是连贯的，伊是完整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咱所读书会所宣读的圣经以赛亚61章，其实伫新约的中间，耶稣有读一摆。什么时阵读？耶稣出来传福音第一摆的讲道，其实就是用以赛亚61章。但是以赛亚61章的记载，甲伫路加4章17节到21节的记载，有小可无共款。为什么无共款？耶稣读无清楚吗？跳过吗？毋是。亲爱的姊妹，耶稣有特别的意思，因为伊有怜悯，有慈爱，赢过审判，赢过伊报仇的日子。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知影，今仔日的旧约这段圣经是耶稣的就任词。伫解说圣经的圣经学者讲，耶稣的就任词，伊进入圣殿第一摆。为什么？伊伫旷野40日受魔鬼的试探了后，伊赢过魔鬼的引诱，伊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一摆入圣殿的时阵，犹太人摕圣经予伊，因为人知伊就是列比，伊是一个有特别文书的人，所以人摕圣经予伊，伊就拍开掀开，伊读以赛亚61章，拄就是今仔日的圣经。伫这段圣经中间讲几项真要紧的福音的主题。第一，丧养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巴掌，要得到丰盛的活命。人受了的人要得到头棒的自由。咱要对照保罗讲：看啊，我会做人，我的内心有一种拉扯的力量。我感觉冲突，我感觉矛盾。我所爱的好，我做袂来，但是我明明知影唔好，但是亲像无头苍蝇，飞蛾扑火。明明知影安尼行落这条路是唔好的路，但是安那有当时情欲的问题，互人挡袂掉，直直出去。也即你捌看过这种的人嘛？检察咱就是迄个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伊讲青梅要得到看见，兄弟姊妹，愿咱伫上帝真理的面前，上帝的话讲就咱，互咱真正知影人生的智慧，真正知影咱对咱一生的利益甲好处。第四项，伊讲上帝爱我传上帝欢喜的年，就是报好消息的年，上帝救恩的年，禧年、千禧年，上帝救恩的临到。第五，伊伫这个所在讲，伊要互花无变花枯，花无代替花枯。伫迄个所在的意思，就是转忧为喜，转悲为乐。兄弟姊妹，什么叫做救赎？这个圣经在咧回应咱，咧帮助咱。但是圣经的记载中间，你若有欠缺，特别是自由、讨棒、启明啊，你会当伫主的面前讲：我主啊，想使我无迄个跨入焦虑、忧伤的心。今仔日这个时代，因为社会生活的紧张，有真侪人其实活了并无自在，对无？咱常常心中有焦虑，求天父上帝帮咱，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看以赛亚61章安怎讲。
有伫遮牧师特别用1、2、3、4、5、6、7，伫这个所在提醒咱，你到了，你用这种的印象，佮重新读一摆。耶和华的圣神临到我，耶和华用祝福的油，用油挂抹伫我的头壳顶，互我传福音无颂扬的人第一。第二，互我有医治人的溃烂，医治心内忧伤的人，毋是医治肉体尔，佮来就是医治内底啊呐。有内在创伤，伫我的内心有人刺杀着我，啊，我的心中无法度得到自由，无法度得到希望。第三，伊讲爱我报告受掠的人得到逃亡。伫咱的生命中间，有时人无安那宽容的自由，对无？咱的心中若咧怨恨一个人，有当时是一世人，永远无法度逃亡咱的心中。但是上艰苦的是啥物人？你怨恨迄个人嘛？其实你咧怨恨伊敢知？伊无拄知，伊嘛无需要知，伊嘛无台湾话讲袂紧，甲你知，有无？啊，你着硬甲人心中一极其的艰苦。主帮助咱，伊讲要帮助咱受逃亡。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听见上帝欢喜的年。第四项，伊讲上帝要对天甲咱讲，这是我所欢喜，我所享受。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上帝所定着的日，咱伫迄个其中就欢喜快乐。主帮助咱，第五安慰一切忧伤的人。兄弟姊妹，愿咱得到安慰，愿咱伫主的面前得到逃亡。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看到伊讲，主要用花木手术，互咱来代替恢复。犹太人有一个习俗，就是因啊做迄个告别式的时阵，因会用迄个花布散伫家己的顶悬。我失去啥物人，我啥物人离开我啊！我真正艰苦。台湾人办丧事，这囝儿孙对偌地大，对门口定就开始爬入来。啊娘啊！就定咧就爬入来伫哭。厝边头个哭愈大声，厝边头尾愈感觉讲啊，这个囝孙愈友好。兄弟姊妹。上帝伫这个所在讲，伊要用欢喜的油代替忧伤，伊要互咱啊呐转忧为喜，转悲为乐。耶稣若是咱的救主，兄弟姊妹今日所读的圣经，这几句话拢代表英文。第一，上帝要互咱真做种伫伊的圣殿内底香柏树。今日圣经第7项伊讲啥？互因称做公义的树，是耶和华所栽种。每一个基督徒拢是耶稣的宝血所赎倒来，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家人。咱称天顶的上帝做天父。耶稣的救赎是互咱定心啊啦，浪子回头，死而复活，死而复得。上帝爱咱，会当定心做伊的囝儿甲查某囝。所以救赎这个字，伊的原文。英语改翻做 atonement， A-T-O-N-E， 门就是 N-E-N-T， 伊的意思就是在合一这一个状态之下，这三个字的字根。换一句话，救赎的意思就是讲，互人甲上帝安那，搁再和好，搁再和好。救赎这个字伫圣经中间，伊其实甲上帝施恩宝座。是同一个字根，那伫犹太人的话，救赎这个字，就是代表迄个约柜顶悬迄个挂，约柜顶悬迄个挂，伊是施恩宝座。兄弟姊妹，救赎的意思就是上帝为咱设立伊的救赎，伊的恩典，有了解吗？兄弟姊妹，若了解，你对你的心中讲，主，请你赏赐互我。主，请你赏赐互我。第二，伫今仔圣经中间咱看的罗马书第7章，这个所在保罗讲一句足沉重的话，伊讲苦啊，我非常辛苦，我非常痛苦，因为我的心用要背叛，因为我爱这个良善，我爱这个圣洁，我知影上帝的法，我知影上帝的律，但是我的肉体呢，我的肉体爱堕落。我的肉体爱情欲，我的肉体爱迄种及时的安那荣华富贵享受。保罗讲苦啊，伫我的内面有一个人，
伊讲，伫我内面有一个念头，伫我内面有一个律，伫我内面有一个意念，伫我内面有一个法。法，伊就是讲法则，伊个意思嘛，当讲我的想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如果你若感觉伫你的生命中间有一种的冲突，愿天父上帝将伊的救恩的圣心，就复述主耶稣基督搁我的圣心。伫你听圣经的话，这段神圣的时刻，上帝如雷贯耳，如雷贯耳，毋是你边的人听到。是上帝要讲互你听，伊讲：倒来啊，倒来啊！我的囝，我的查某囝，求天父上帝帮咱今仔圣经咧讲起，我心中有两个律，这是中文的翻译，台语的翻译讲有两个法，法就是法则。我的心内判断，我有两种的念头，对毋对？对毋对？好歹。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耳空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耳聪目明，咱会当听到上帝伊本身真正正确的声音，听你内心圣心的声。有人讲跟着你的心走，有啊，跟着你的感觉常常无准，但是如果你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感觉有当时。真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也保罗伫7章的上尾一节头一句话，伊讲我感谢上帝，感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互我脱离这种的逼迫的艰苦。兄弟姊妹，愿这种的喜乐今仔日降临伫每一个基督徒。今仔日开始，你无搁再有种无法度改变的歹习惯，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赏赐你成做一个新的人。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着要互咱过新的生活，对行习惯的改变。你讲人啊，人就是人，亲像牛就是牛，看北京嘛是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伫人真困难改变，但是如果你若脚步，你若敬畏上帝，你就知影。你愿意为着上帝改变你的想法，你愿意互上帝改变你的行为。兄弟姊妹，你准备好势啊吗？你愿意互这个圣神甲你同在，伫到世间的路尾，改变你的想法，赏赐你开力，互你有能力过荣耀的活命，过荣耀的活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是救主，救赎的话，伊代表罪得的压砍，罪得的洗清，罪得的逃亡。救赎的意思代表人甲上帝重新和好。所以耶稣才会讲一个故事，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耶稣讲的迄个故事最大的高潮，最重要是最后，伊讲有一个老爸伫门口。这个想咩啊想，咧等候伊放荡出外迄个细汉囝。兄弟姊妹，咱的上帝就是这个上帝。耶稣所讲的故事，就是咧讲起咱的天父上帝爱咱，都爱到伊的厝，重新享受伊伫伊的厝内底为咱备办所有的祝福。也这对你来讲，救赎是什么？我是一个愚公的人，我是一个无名的人。救赎是什么？救赎不是干那互你改变，救赎会当互你的家族改变。你捌听过无数的见证？我常常讲，我两边的祖先因信主的过程，你会记我讲的话？我妈妈这边的故事，阿祖，伊是一个长工，产甲用马袂通过日子，但是当伊信主了后。伊互伊所有的查某囝拢上少，伫100年前读甲高中毕业，因为伊知影教育对人的重要性，所以有的查某囝去读册，互伊的查某囝去上课，厝边拢笑我的阿祖、外祖，伊叫做高祥福，出世就带福气来啊，祖先交好名，也未信主进前就好遮好的名，
双份的福气。伊听到这条信息，就忽然改变。以后的信息吸引了，伊就决定，这个真好听的歌，伊想要搁再听。后来去教会，后来听到信息了，伊就听到教会做礼拜了，伊马上立志决定做基督徒。厝边甲伊讲，后壁，你较假熬，查某囝嫁到人个，你捌听过即句话无？啊！你搁家己瘦甲强要贵了去啊！你搁互伊去读册？我的阿祖点笑笑，兄弟姊妹，我的阿嬷就是伊的大查某囝，伫长荣女中读到高中毕业。后来我的阿祖搁甲伊找一个好的丈夫，是一个孤儿，就是我的外公。哈！较有人要选迄个孤儿，甲查某囝嫁互迄个孤儿，因为伊想要爱伊的囝婿，嘛会当服侍上帝。伊要爱伊的查某囝，会当享受上帝的疼，所以伊甲伊的查某囝嫁互即个孤儿，就是我的外公、我的外祖帮衬伊受神的教育。后来，伊就是阮家庭祝福的一份子。兄弟姊妹，我的内祖嘛足是祝福。愿天要上帝帮衬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何牧师甲恁邀请，互耶稣甲恁邀请，伸出恁的双手来领受主耶稣带来的祝福。兄弟姊妹，不要胆怯，不要胆怯，勇敢向前来领受主耶稣所予你。耶稣的救赎是什么？耶稣的救赎就是生命的帮衬。兄弟姊妹，伊讲来到上帝施恩座前，领受伊的恩惠，做咱及时的帮衬。耶稣要做你的帮衬。对即时到永远，你相信吗？耶稣要做你的家族的帮衬，对你到你的家家顺顺，你相信吗？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咱的甲上帝誓约讲，对永远到永远，我不离开你；对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上帝。耶稣是咱的什么？耶稣若是咱的救主，伊就是咱的保护者。耶稣若是咱的救主，伊就伫咱各种的患难的苦境的中间帮助咱。伫肉体上嘛是安尼，伫咱的灵魂上嘛是安尼。伫肉体上就是咱的正清净的需要。今仔日咱的经文讲，无得烦恼要食什么、啉什么、穿什么，恁会记无？因为恁的天父上帝知。这篇讲道篇是耶稣所讲，记载伫马太福音今仔日的经文。无得烦恼，无得看虑，你要食什么、啉什么、穿什么。因为恁的天父上帝知，兄弟姊妹，你相信你的天父，咱的天父上帝是你的供应者嘛？愿咱今仔日的礼拜，更较深的倚靠上帝，兄弟姊妹，更较深的倚靠上帝，你就更较有福气。伫上帝物质上的福气，搁再要紧灵魂上的福气。一个人的灵魂啊，得到健康；一个人的灵魂啊，得到荣耀，伊的生命就活出荣耀尊贵的活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毋是干那伫咱的知识教育，甲咱的经济能力，阁有特别伫咱的灵魂，互咱选择做一个荣耀上帝。正如今圣经讲，是上帝家己栽种的公义树，8年的大树。愿天父上帝帮助。今仔昨甲我讲一个因。台积电有一出电影咧，叫做《赵三泽》纪录片，我毋知你们听过这个无？我是头一摆听，迄个听我刚听讲啦，讲毋对，恁甲原谅一下。伊咧讲咧形容讲有一个人食一粒酸啊，迄个酸子无遇中黑白蛋，蛋碎了就落土，迄个樟树就大甲一丛足大丛的酸树。听讲公园院真正有一丛酸树足大丛。伊意思咧讲起前人种树，后人乘荫。伊咧讲起1970年代台湾开始做设立工研院了10年后来台积电对工研院不是离家出走，对工研院长出一棵，迄叫做赵三泽。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毋是干那赵三泽，咱的上帝就是宇宙的主。创造天甲地，兄弟姊妹更深的相信，
伫咱的心内，咱有任何需要，天父讲，你的天父敢唔知影吗？伫咱的心灵中间，你需要平安吗？伫你的将来生活，你确保有望望吗？伫你的心内底，夜半敲门心不惊，你噩梦，你暗时无做歹梦，你的心中有真实的喜乐甲平安吗？今仔圣经咧回应每一个伫上帝的面前讲阿门的人，兄弟姊妹，阿门毋是一个凊彩一句话，阿门伊的意思，台湾话叫做我心所愿，我心所愿。阿门的意思，对希伯来语翻译来，意思就是上帝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所以阿门这个字是踏实实在、信实确信。阿门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真理，这个字根就是真理。所以听你姊妹们，咱就今仔日个礼拜，你相信圣经所讲的话，无一句无带有亏难。腓立比书第4章13节讲：“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这句话拄拄印证着今仔日书会带咱读的罗马书第7章第20上尾一节25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罗马书7章25节，这是7章的最后的一句话。伊的第一句话讲：“感谢上帝，是对我的主耶稣基督。”台湾话白话字的翻译是到这尔。感谢我的主耶稣基督，但是中文应该中文后边有搁加一句话叫做“能够脱离”。感谢主耶稣基督，互我脱离人生的苦海。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开始要度过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圣经的解说的圣经学者，伊讲7章的上尾节就亲像一个分水岭，一个分水岭。人跨越这个风沟了后，伊要进入到第8章。罗马书的第8章就是得胜得胜。伫人心灵的苦海，伫人的征战的中间，第8章、第7章的上尾节25节，伊拍开一个门，就是独独上帝的。伫人袂会，伫上帝凡事拢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如果你若有为做代志跨入烦恼，今仔日你换手伫遐祈祷讲：主，伫我不能，伫我袂会，但是伫你凡事拢会。现在你相信这个祈祷吗？有当时也不得不啦，因为你若会当继续烦恼，代志会解决，就你就继续去烦恼啦。兄弟姊妹，咱莫到咱无能为力的时阵才祈祷。咱甲上帝讲，主，今仔日的圣经就是我甲你做伙行救恩的道路。求主你帮助我伫我的生命中间。人生是苦海，这是台湾话。台湾的老一辈常常安尼讲，人人生实在是拖磨，人人生亲像苦海。毋是啦，兄弟，咱来到这个世界是要享受人生。你讲牧师无影，其实人生足辛苦。但是人的一生是7集，永从到头谈到8集。摩西讲，其中所夸口的是啥物？兄弟，毋通误会，劳苦忧愁。摩西所讲的话，其实无停伫遐啦。诗篇摩西会祈祷，伊讲人的一生是70岁，永从谈到8集，其中所夸口的，不可是劳苦忧愁，毋是。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保罗，伊所讲，看我会做人，但是伊的重点无停伫遮，目屎拭拭的。伊讲，治罪会通拯救我脱离。有啥物种的上帝，有啥物人会当帮助我脱胎换骨？今仔日福音就是伫这个所在。保罗伫伊的25节，伊讲，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兄弟姊妹，你愿意互保罗的主耶稣基督是成做你的主耶稣基督吗？
你愿意互迄个带保罗脱离人生苦海的耶稣，嘛是你的救主吗？阿们，兄弟姊妹，毋是因为牧师互你，嘛毋是因为你的时代人互你，嘛毋是你的人生拄到一个贵人，是因为咱所相信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最大的心意就是互咱脱离这个苦海。求主帮助咱伫今年的圣诞节有真无共款的圣诞节，无论你的心中有心中的想法。保罗伫第21节、22节伊安尼讲，伊讲我得到栽一个法，伊的意思讲伫我心内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律，伫我心中有一个律，伫我心中有一个想法。伫这个所在，伊讲这个法叫做 normal 这个字。当我想要做好的事，但是歹甲我伫底；当我想要做行好路的时阵，迄个歹的念头走入来，亲像一只蛇伫亚当甲夏娃的身边扫来扫去。兄弟姊妹，圣经的故事毋是故事，圣经的故事是道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伊讲照着我内心。这个字，你若看和合本中文的圣经，有一个括弧，伊后壁写，还有另外一个翻译讲，伫我内面有一个人，伫我的内心。另外中文的翻译讲，伫我的内面还有一个人，足水的翻译，非常有心理学的智慧的翻译。伫我内面有一个情绪，有一个欲望，有一个意念。兄弟姊妹，愿上帝。伊换手伫你的顶悬，愿主耶稣换手伫你的顶悬，你的情绪、你的欲望、你的想法，主耶稣讲来对我。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两个律拢交伫主的手中。上帝要互咱有能力，通选择；上帝要互咱有能力，主耶稣要互咱有能力，得到逃亡、自由，做对的事，走对的路，讲对的话。做正确的人，这就是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安尼。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记起来。这句话上重要，我特别用黄色读给咱听。感谢上帝，我靠我的主耶稣基督，就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甲拄则书的所读的汉罗的版本无共款，就能脱离。伫人袂话，伫上帝凡事拢话。基督徒最大的快乐，就是我无法度改变的习惯，迄个干扰我的价值观，伫上帝的帮助的中间，我竟然有能力，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你的内心得到坚固。上帝的圣神既然若讲话，上帝要负责任，我阁讲一摆。上帝的圣神来讲话，上帝就要互人快乐。伊毋是干那呼召咱，伊毋是干那邀请咱，伊要收拾咱，成做新创造的人，就是已过。但这圣经毋是参考，圣经毋是口号，圣经是摕来用的。圣经是摕来用的，伊毋是一个道理，毋是一个参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之水会救我脱离苦海，我会做人。保罗伫伊的叹息，伫伊心中的吐气，流目屎的祈祷，欢欢喜喜也种。兄弟姊妹，上帝圣神圣事领开咱。如果伫今仔日你心中若还阁有伫迄个拄伫迄个十字路口有为难的事，愿主的圣神帮助你。离开黑暗的关系，进入光明的国度；离开黑暗的关系，进入光明的国度。到做主耶稣的，你相信吗？第二，我要跟咱分享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就是上帝。因为圣经对起头，伊咧形容上帝有足侪讲法。上帝是平安的上帝，上帝是想怜悯人的上帝，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医治的上帝，上帝是一个为人讲真的上帝，上帝是为人伸恩的上帝。但圣经有一个真特别、真神圣、
上帝就是救主，上帝本身就是救主。所以，当咱咧读圣经的故事，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咱应该了解，这个耶稣其实就是上帝，以裂天而降，一个尊贵的创造天地的上帝，伊竟然为着一个卑微的世间人来到这个世间。现在你来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若了解，你就知影讲为什么约翰伊咧写耶稣的降生时，头一句话就讲。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成肉身，这个主耶稣正在肉体降生伫这个世间，其实是上帝家己。所以咱的圣经对头到尾咧讲起，上帝永远到永远，对古早、今仔日到将来，这个拯救是一个时间的延续。古早伊是拯救的上帝，今仔日伊是拯救的上帝，将来。伊嘛要拯救你，愿天要上帝帮助咱。耶和华是咱的救主，这是圣经旧约内底一句真要紧的话。圣经中间，你若相信耶和华是救赎主，耶和华是一个救赎主，主啊救啊！有一个足短的祈祷，但是足重要的祈祷。你捌听过牧师跟恁分享？伊叫做 Kyrie Song。你讲牧师迄是啥物音嘛？你若捌参加祈祷会，你就捌甲牧师做伙吟一条诗歌，在贵格里的清唱区祷告的一条诗歌。Kyrie Song的意思就是：主啊，你是我的怜悯我。Kyrie Song的意思就是：救主求你怜悯我，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求你怜悯我。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上简单的祈祷，当你已经唔知要安怎祈祷时，有人做见证讲，要出车祸进前，伊伫最后一刹那，伊就明明知要弄落啊！啊伊安那，伊喊一声主啊救我，喊到了火灾，真正那甲弄落，因为伊知闪袂过，只有安那面对火灾灾。迄是我的二哥，我二哥出国咧做出差，伊一届伊甲我分享讲，伊知影已经袂活，心内就有一个想法讲，主啊你救我！莫咧，就上帝保守伊伫患难危险的中间。现在咱伫人生中间难免，毋望咱莫出车祸，求上帝保守咱无出车祸。但是伫咱人生中间，若有即种的艰难，连祈祷都袂赴，你讲主啊，求你做我的救主，主啊，求你做我的救主，主啊，求你伸出你的双手。主啊，求你伸出你的双手，对天享受祝福。主啊，求你伸出你的双手，把我抱起来。主啊，求你把我揽咧。主啊，求你保守我。主耶稣，求你伸出你的双手。保罗称上帝讲，咱的救主上帝，伊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节第一句话，伊讲。我们的救主上帝，这是犹太人的想法，嘛是今仔日咱的想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圣经认捌上帝，咱对人生的经历认捌上帝，将圣经甲你的生活结连做伙。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上帝是一个救主。伊享受平安、恩望、安慰、荣耀，甲伊的慈爱。兄弟姊妹，一句一句一句，就亲像抬杠者，每一项上帝的本性点一支拉条，每一项上帝本性出一个祈祷。主啊，怜悯我；主啊，享受我平安；主啊，享受我恩望；主啊，享受我你的慈爱；主啊，享受我清气想。主啊，享受我良善，互我一生活出主你的清气甲良善。主的保护，主耶稣的保护，爱兄弟姊妹三甲弟弟，莫互耶稣伤心，毋通互耶稣见笑流开。求主帮助咱，最后传出你祈祷手讲：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我要搁较深来挖靠你。也这阿门吗？咱来祈祷，
现在，现在，现在，至尊至圣、万权能的上帝，愿伫你的圣殿做礼拜。阮听着圣经的话，对心中，阮有极大的渴望，阮要搁较深来挖靠你。求你的荣耀，求你的圣神，甲每一个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撒甲地地，互因伫主你的人民中间来得到保守。主，互阮活出你家己的本性，互阮活伫你的恩典的中间，互人看见上帝你怎样恩待，互阮的人生成做一个活活的见证，互人知圣经的福音甲应允，毋是一个传说。是一个实实在在临到伫人世间人的生命的救恩。主，这是阮心萨渴望，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恭敬祈祷，阿门。请咱三感过来用新诗250首，应答上帝的听。新诗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请咱起立吟赞颂。我
请咱准备奉献。再请这平安礼，请做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真欢喜，启明兄、启明长老就是上长老的公主启明兄，你比妈妈吼，长老娘吼。咱真欢喜，启明兄因甲伊个上长老娘做伙来做礼拜吼。上帝赐阮祝福伫恁的心上，感觉咱真欢喜洪昌都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对台北倒来，咱做伙来用即条诗歌互相请安咱用即条诗歌做咱的祈祷，求主耶稣的疼充满伫咱的心中。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自这一个主你要降生的纪念的圣诞节，阮伫你的面前用较无的心来迎旨。主愿你的疼充满伫阮的人生中间。当阮吟这条诗歌的时，也亲像阮心中的大岛。愿主耶稣你用你的疼来扶持帮赞阮心中所少念的每一个阮的亲人朋友。主愿特别恳求你怜悯阮的士大人、阮的长辈。互因伫年中会享受有上帝你所赏赐平安甲喜乐，
主啊，每一个日子拢充满健康、平安甲喜乐。主啊，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互因个人的血受中间充满上帝你家己的荣耀，互因活了会通伫主你的尊严的内底，你的尊贵的内底有心中的巴掌。阮伫你的面前也为着阮出外的青年祈祷，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阮出外的青年，互因无论是就业，无论是伫工作，主求你甲因撒较伫地，互因伫凡事顶悬得到上帝你的扶持甲帮助。主啊，恳求你来帮助阮中间老人心灵欠安、肉体病痛，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当阮所念这条耶稣听你的诗歌，陪伴因伫康复的过程，会通得到复原。求天父上帝你甲阮中间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愿你的听真侪医治，真侪讨棒，真侪扶持。主帮助阮享受主你的听，这是阮的心愿。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吼。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你等徛咧遐就好，牧师甲你祈祷吼。亲爱的弟兄们，咱做伙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为着校园来恳求主你施恩祝福。伫伊生日的即个祈祷的中间，主恳求你用阮你的教会通过祈祷来祝福伊，伫伊过来一年的时间，祝福伊每一工拢充满上帝你所填满的杯，主伫伊的杯中间来谈着上帝你救恩的稳定甲滋味。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拢为着伫阮中间无伫阮中间生日的即个宴交所，阁有秋风节，阁有玉交节，阁有曾五月莲姊妹，阁有碧琴，阁有嘉恩。恳求天父上帝，你施恩赐福，伫所有生日的人因的祈祷中间，主你爱耳空听因的祈祷，主伫你因的心中会较无嘴所讨、心所想的，主你就照安尼甲因成就。愿天父上帝照你的旨意，填满你的恩典日牛因所要行的道路。主你保守因，过来365日，每一工有智慧的灵，有能力的灵，甲因同在，直到世间的落尾。我安尼恳求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耶稣听你。咱来请谭牧师来报告，请谭牧师来报告。报告了，请四位报告。兄弟，大家平安。咱今年圣诞节要大家又快乐又幸福的来过圣诞节，所以咱会咱提早布置，搁提早准备希望咱会当准备甲很齐全。咱教会特别有印这个邀请卡，这你会当写字。譬如讲，你要送互你的啥物人，你会当写伊的名你会当咱印真侪张，你会当来甲教会摕，这咱的活动。伫遮我有一寡解说咱若摕到的人，咱来照这来看。咱的活动伫12月6号拜六暗时咱就要教会要点灯。咱今年外口要用足侪迄个灯甲布置，咱今年的布置注重伫讲台甲伫外面的布置安尼咱嘛爱祈祷啦，毋好透风，毋好落雨。大概若透风落雨，等下甲遐物件紧搁搬入来咱的迄个电灯咱有要邀请恁若伫恁的单位内底有迄个家庭有囡仔，特别邀请因来参加迄个圣诞电灯的活动
完全是针对迄个囡仔设计的啦吼。啊，请恁报名，因每一个来囡仔，咱有一个小蛋糕要送伊吼。吼，毋是遐尼大，是遐尼大。咱家己做的小蛋糕吼，啊，昨有2个志愿的吼，讲要做。嘿，咱有迄个要做小蛋糕要送啊，所以请恁邀请恁厝边隔壁吼，啊，大人嘛是欢迎啦吼，咱拢爱报名嘿。这是迄个12月6号吼。真紧哦，所以咱逐个礼拜下晡吼，请咱来当留落来人就留落来斗。今仔咱就要开外口的迄个往年的圣诞灯吼，就要做起来。搁来就是12月19，因为今年咱的圣诞节伫个较头前吼，所以咱伫12月19要社区报佳音。啊，请咱逐个尽量出来参加，咱旧年参加的人足少的吼。足少的，所以请咱尽量吼出来参加。啊，12月20暗时5点半就要做圣诞市集，今年要加上音乐市集吼，咱要伫外口有真侪音乐的迄个演奏。啊，12月21就是咱的圣诞主日礼拜。啊，24号咱才有平安暝的礼拜吼。其实，在平安暝的礼拜吼，今仔日12月24号，咱阁有要办一个活动是对内的。啊，因为咱即场是要对外邀请，所以咱无印伫遮。对内的，就是幸福到教会，幸福到我家的今年的完结篇。好，邀请大家来教会吼，幸福到教会，来创啥物会呢？来过幸福的快乐啦，反正吼啊，咱已经有几个姊妹吼志愿头啊吼，咱讲啊，大家拢卖迄个，大家拢穿礼服来安尼吼，啊，改盛大的迄个，但是有几位姊妹讲啊，卖啦，迄外口的吼，咱家己因志愿出来迄个，啊，这嘛爱报名，请咱大家拢来报名，啊，咱伫24号吼。咱做伙过了吼，幸福的平安暝了8点，要入来遮做音乐礼拜，吼，就是咱今年圣诞节最后一个节目，迄个平安暝的礼拜24号拄啊好平安暝吼，啊，请咱大家尽量参加，然后咱今年阁有则无印出来伫迄个12月13。伫图书馆要表演吼，咱教会嘛要参加表演吼，啊，咱甲伊建起来，第一个节目、第二个节目拢是咱吼，足夸张诶，第一个节目、第二个节目拢是咱，无啦，人第一个节目是交响因乐团啦吼，啊，因为乐团内底足侪咱教会，所以咱编落就是。因了接续就是咱教会的快乐圣诞节，啊，所以是这2个节目拢是咱的迄个好，迄个玩笑的话这样就过了。伫遮要欢迎大家吼，咱教会最近有一个迄个局限啦，咱做礼拜拢咱这几个人吼咧做礼拜，啊，咱线上也有很多人在参加。啊，我嘛邀请线上的人回来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啊嘛邀请咱每个兄弟姊妹吼，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配合咱的活动，啊尽量邀请人来参加，吼啊，迄个爱报名就是第一个迄个圣诞点灯，搁迄个24号的平安夜迄个快乐幸福的餐会啦吼。啊，搁有迄个圣诞市集，咱已经几啊年，咱掠了拢差不多。但是你若特别搁要邀请人来，你嘛会当去甲教会讲一下吼。好，咱即马遮也搁有真济吼，咱若摕了，咱会当随时搁印。咱若等一下有需要的，请咱的特别吼，咱甲恁厝边隔壁吼，啊，最近较无来教会。哦，琼章，我就想到等一下迄个惠美迄张就寄你啊，对吼。嘿，啊，也是讲你的职场啦，你的附近会当
较早有咧来，即嘛较无咧来吼。那麻烦你甲摕转去送伊吼，多谢各位。这张不是圣诞卡片，但是这张是一个圣诞节祝福的一句话吼。所以咱送咱的朋友，目的嘛不是干咱邀请伊来参加咱教会活动，你当趁着圣诞节写一句祝福伊吼，给他的一句祝福的话。咱若有需要较侪张的人，咱就伫后壁的周报迄个所在，恁当伫遐家己自取吼，家己自取。12月13是咱宜林区，特别是喜乐保院，因真长期拢伫2020的图书馆来举行即个庆祝圣诞节吼。有真侪社区的人会参加。这几年开始，咱宜林区的教会嘛，感觉讲这个是一个教会应该一起共襄盛举参与的一个圣诞节期吼。所以宜林区的教会嘛，拢有开始有咧注意嘛，将即个当作咱伫12月最后一摆宜林区的联合礼拜的一个形式的参与。咱教会嘛真欢喜有即个机会，咱会当将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也能够一起来做报佳音的心，用报佳音的心态做伙伫20的图书馆做伙过节的圣诞节请咱大家踊跃参加。咱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请咱三甲来看周报。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教会，基督会拜三暗时8点伫教会，拜六查经班早起时9点到暗时7点半拢是暂停。圣教互师下周聚会请林安路执事，领诗请秦孝客，司琴请李慧英姐妹。书函甲交代，请张文芬甲刘雨生两位执事，爱餐请尤丽芬执事。新安宫读经表咱照即个顺序来灵修。集体交通第1点，12月14日有洗礼甲圣餐，要洗礼的请毕百心马向牧师报名参加寻道课程。第2，圣诞节就要来临，为着咱迎宾甲布置即几礼拜主日礼拜了后，有环境的整理甲布置，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甲服侍。第3，圣诞节的活动伫10月6日拜六暗时7点半，暗时7点咱有圣诞点餐的活动。12月19拜5暗时7点咱要进行社区的报佳音。12月20拜六暗时下晡5点半有圣诞市集。12月21礼拜日早起时9点半咱有圣诞主日的礼拜。12月24拜三8点有平安眠的礼拜。第4生日的请有以下的人员愿上帝祝福因。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出入请向会计人员来更正。大道事项请为新生欠安的有专人剧黄宏仁甲所有教会的长辈平安健康来大道。第2，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升学甲考试来大道。第3，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大道。第4，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有刘玉明、林宇轩甲刘玉君来大道。请咱来吟上营信息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选，请曾牧师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且坐，灭得必回。